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啊！最近嘅你呢，似乎同自己某啲嘅內在部分斷咗連結，亦都唔識得點樣去為自己做一個所謂最好嘅選擇。水晶卡嘅太陽石話，希望你可以盡情地去做一個自我展現，你自然展現屬於你閃閃發光嘅光芒，就已經好足夠噶啦。同時，水晶卡嘅葡萄石希望你放低比較。你做好你自己，根本就唔需要再去在意其他人，更加莫講話要去比較兩個根本截然唔同嘅人生啊！有一啲嘅傷痛，或者可能係經歷，或者成為咗你嘅形象，但係佢並唔可以代表全部嘅你㗎。你會希望其他人繼續去咁樣誤會你，你還是想佢哋更加認識深入真正嘅你呀？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